镜头等下来台湾来关心8月1日早起，在平湖的乌西乡红路粪扫掩埋场倒起来倒火烧，因为风咧吹是烧超过20点钟，一直到昨昏才甲火拍花。这场火灾有造成4架粪扫车、1架资源回收车烧了了。平湖有8成的粪扫拢是才处理的，县府即马赶紧向中央讨救兵。因若高雄是成功，因会伫今仔日送2架粪扫车去平湖支援。经过一天一暝，初10下晡掩埋场已经无明火，怪手开始入劈乌，消防员伫边仔转水降温。暗时粪扫车要倒的地点，赶快嘛要转水，避免伊阁烧起来。这场火，互消防员有够忝。大火伫前一暝是搁较明显，火势延烧超过20点钟。平湖本岛5个消防分队的队员拢总停歇，每4点钟换班一摆来拍火。平湖县乌西乡红路粪扫卫生掩埋场，技术粪扫塔甲产生坑气，引起火灾，风势搁大，互掩埋场规个是大面积在烧。12月9日，本局共派遣21车53人，10日共派遣11车20人。那相关起火原因正由本局火灾调查中。火灾甲清洁队所属的4台粪扫车、1台资源回收车、2台山鸟和1台沙坡车，拢都烧甲干那剩架啊！为外厂商冒山鸟对讲机受损，乌西乡马公市找到规工，初10的顶半工，因为火灾停收粪扫，因为平湖县8成的粪扫拢载去当地台，官府紧请中央斗3工。采购的话也要1两个月吧。会来支援一阵子吧，厂房要重盖啊，那临时办公场所可能调货柜屋啊，怎么样的先来支援啊？官府讲，毋是正方面这边，阁有所在的人掩埋粪扫，初10后半工，粪扫正常升温，派去的设备场迄修理差不多要4000万，要经过采购定数，短时间内掩埋场无法度发挥全部的效能。高市府伫11会派2台粪扫车坐船去平湖来支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中的山路长仔有1只拖拉机，可能是无。